第一就可以喺一啲比較狹窄啲嘅空間去做到一啲手術啦，亦都可以增加咗個手術嘅靈活性啦，比起 laparoscopic surgery。咁病人可能佢會有快啲嘅 recovery 啦，咁同埋 post-op 嘅 pain 都會少啲啦，咁同埋佢可能會可以早啲出到院啊嗰啲各樣嘢嘅。咁例如對於我哋做外科嘅醫生嚟講咧，咁可能 robot 可以幫到我哋做一啲比較複雜嘅 dissection 啊，都會易啲做得到啦。咁同埋可能個 view 會好啲啦，有啲 3D 嘅 view 啊，即係喺啲細角嘅位嗰度嚟 pelvis 嗰啲位，我就覺得佢好似捐窿捐罅咁樣就可以做到多啲嘢咯。即係喺一啲 laparoscopic 同埋 open 做唔到嘅位置都會幫到手，同埋個 stability 係爭好遠嘅，我會覺得。Robotics 近年不斷進步，對於港大外科唔同嘅 division 都帶嚟好多益處，啟發外科手術嘅技術提升。例如腦神經外科去年引入香港首部全自動手術機械人，成功為腦癇症病患者進行手術。泌尿外科亦都積極應用機械臂輔助前列腺切除手術同埋部分腎切除，減低呢個併發症嘅風險。我哋會繼續秉承創新精神，結合科技力量，提升外科手術成效。人心傳承，共創未來。人心傳承，共創未來。